个是行政机关、立法机关跟司法机关，我是在立法机关。所以香港有这种状况吗？就是立法会的一些议员，他本身其实是有收到中共的一些好处，或者是好处就很那，因为中共也有机构在香港，对，他有机构啊。这个你看那个民建联啊，他们呢这个晚会啊，那个中联办的主任也送一个字画，这个卖了几千万啊。这个香港法律没有说不容许的，但是呢，应该呢就不应该拿外国政府的钱。但是中联办呢，都没有人说他是外国人，但是他是内地。但是这个发生了两年呢，2次都没有什么事成，不是太多人出来批评啊，所以但是当然有些人说不好，啊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有另外就是个传媒的问题，以前呢，当传媒是很独立、很自由了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如果有些人觉得不好呢？有很多传媒报道啊，你觉得为什么不好啊？要写很多，但是现在呢，没有什么评论了，不是因为没有人评论，是因为他们不再写了，不再说你不写，你们不知道了啊，他卖了这个2000万啊，没事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。但是如果有一个独立、客观的传媒，它是各方面的都可以访问。写出来，这不是就是这个事情发生，但是就问起他这个发生你觉得好不好啊？应不应该啊？但是这方面的评论呢，现在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就是怕这个发生了，就没有其他意见了，所以很多人觉得是吗？好咯，这个也是很麻烦的，如果有这个现状，您会怎么建议？